嗯，对。调间距、架伞骨，美浓广进胜的纸伞完全纯手工，用柿子水当胶水，刷桐油当防水膜，2天才能完成一把伞，很传统，很费工，但因此吸引很多观光客慕名而来。買到大條貨。卖出一把伞，用客家花布当伞套，老纸伞有新概念，也能成为艺术收藏品。如何把这样子的手艺做得更精致，把文化做得更充实？除了掌握传统的东西，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再去做创意的部分。接手这传统工艺的是第2代的林荣君，还有学设计的吴建英。就看到我公公他们的伞啊，然后外面的情形啊，一些伞的所谓的兴衰，那时候的方向就是抓定，就说我不要跟外面的一样，就是缺一不可。你们会互相督促对方的进度吗？会哦。一个受创意，一个题字，2人同心。除了传承，也让传统工艺有了新生命。客家蓝染要上伞面，层次分明，令人惊艳。而这把伞也曾经在蔡依林 MV 中出现。客家桐花配上丝纸艺术，谱出跨领域的客家协奏曲。丝画你必须要很有耐心，就跟剪纸一样，不到位的地方还是要用纸雕的方式。所以这个工作急不来。还有剪纸艺术混搭古早味儿，也能碰出协调新风情。里面有很多朵荷花，有没有？好，花瓶，所以就取名叫荷家瓶。能透光，光线就像在伞面跳舞。走过历史长廊的纸伞，也能绽放光芒。纸伞变灯罩，讲实用也多变化。不但买伞的人潮多出了100倍。现在还要让他到巴黎参展，要带着客家纸伞走出去。红色也比较喜气一点，可能在展场上面会稍微突出一些。因为无限创意，让纸伞创造无限可能。柿子水、亮桐油打造纸伞老传统。客家染剪纸美，赋予纸伞新生命。当伞花朵朵绽放眼前，惊艳国际，客家之美许给我感动时刻。